各位大家好，我今日就會讀出刊登於《感悟人生100篇理儀著 topic 笑話中的哲理》。讀到幾個笑話好普通，但引申嘅道理卻大為不同。某夫人對建築師講，每當火車經過時，佢嘅睡床就會搖動。呢個簡直係無稽之談。建築師回答講：咁我嚟睇下。建築師到達後，夫人叫佢瞓喺張床，體會一下火車經過時嘅感覺。建築師啱啱上床躺下，夫人嘅老公就返嚟啦。佢見到呢個情況，就厲聲喝問：你瞓喺我太太張床度做咩啊？建築師戰戰兢兢咁回答：我係等火車咯，你會唔會信啊？呢個笑話帶出嘅人生道理係：有啲話係真，卻聽上去好假；有啲話係假，卻讓人毋庸置疑。英國紳士同法國女人同坐一個火車包廂，女人想引誘呢個英國人，佢脫下大衣，瞓低之後就抱怨身上發冷。紳士把自己嘅被俾咗佢，佢仲係不停咁講好凍。紳士講：我仲能夠點樣幫助你啊？女人講：我細個嘅時候，媽媽總係用自己嘅身體溫度同我取暖㗎。小姐，咁我就真係愛莫能助啦！我總係唔能夠跳落火車去揾你媽咪㗎。呢個笑話嘅人生道理係：善解風情嘅男人係好男人，誤解風情嘅男人更加係好男人。麥克走入餐館，點咗一份湯，服務員俾佢端咗上嚟。服務員啱啱走開，佢就講起嚟啦：對唔住，呢個湯我冇辦法飲啊！服務員重新俾佢上咗另一個湯，佢都仲係講：對唔住，呢個湯我冇辦法飲。服務員只好揾經理，經理不經不覺咁朝着麥克點點頭講：先生，請問呢道菜係我哋呢個店入邊最拿手㗎，深受顧客歡迎，唔通你？我係講啊，匙羹喺邊度呢？人生道理係講，有錯就改當然係好事，但我哋成日佢改掉正確，留低錯誤，結果係錯上加錯。多數嘅時候，我哋聽到一啲冷笑話，笑笑就算啦。但如果你將呢啲顯出身為哲理，咁就係值得咀嚼啦。生活中遇到一啲小事，深思一下，講唔定都能夠悟出哲理。全文完，各位晚安。